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现在各个行业侪蛮卷的，大家侪晓得来鹿街是卖卤菜的，介绍现在也开始卖馒头子了，而且每年天不但在让9点钟基本上侪能卖光。今朝我也去买2只来尝尝看啊，8年来底的馒头，味道哪哈？单子，哎，但是真的难买的。湖中区四香街228新开2杯来鹿街。鱼面一般是卖馒头的，粥面一般是卖卤菜的。馒头看得见的，打上板，打上针，看看价钿啊！哎，大个馒头侪是2.5块一只。那么鲜肉板的菜板过来5只。你们生意蛮好的吧？外面都说你们过了9点就卖光了。2个肉包，2个萝卜丝。2鲜肉鱼鸡菜，所以我特为拿的是鲜肉板的菜板，看看也是2鲜肉搭鱼鸡菜。好，谢谢。再来啊！还打开至500几日天了，回头客单已经蛮多了。馒头忙喊，看看今朝阿爷忙点啥个卤菜做起。那这个牛肉帮我切1块吧，这个可以。要切吗？切一下。馒头卤菜在忙喊，现在再去买点蔬菜。正好里向就是一个小菜场，方便的。那个小菜场蛮好，看上去监管干净。好，菠菜够了。就一个生菜，一个菠菜，帮我称一下，谢谢。这生菜是2.5块。自家2袋7.5块。哇，走来走去。刚师傅你来尝尝看啊，那个4只馒头10块。尝尝看啊，8年来底个肉馒头，这个馒头蛮好，下头为整个猪头，包起来方便。看看肉也多，2.5块一只。哦，淋个我又烫了呢。那个汤才漏出来着。大家看看那个肉，3口一只井盖馒头这样大，味道不错。肉馒头吃光，好吃个物事啊，就是讲你肚皮不大饿个辰光，一吃肚皮饿着，说明一个物事好吃。难吃个物事呢，就是你肚皮蛮饿，吃上去了已经不想吃了。看看那个菜馒头啊，叫鱼鸡菜2鲜肉，那个量是蛮足的。那个菜甜津津，苏州人肯定欢喜吃，我外婆也最欢喜吃甜的。刚2日买2只拨你尝尝。看看那个锅也大，香菇菜板。哦，那样一吃啊？